啊，继续来看南投德山的指南宫，每一年的元旦发钱无，排队等要领的人是哭滚啊练，搁滚啊练，至少拢超过1万人。啊，即摆离元旦还阁有1礼拜哦，已经有民众举这个椅头啊去占位，除了打纸条啊写名之外，阁有人惊椅头啊互刷走，是甲这个椅头啊甲路边的栅栏用锁头甲锁起来。 当年元旦拢会发放交在钱宝的指南宫，吸引到上万人，伫热天排队来领钱宝。今年的指南宫嘛，同款要伫元旦发钱宝，严格离元旦也阁有过6天。路边将为23号开始，都举椅头啊来占位。这个占位的方式更加进化，出动锁头。 将椅头啊锁伫路边栏杆，都惊踩毁椅头啊红刷走。自行排队，不能说用椅子去占位置，按照时间来排就是对了。路边规排椅头啊，拢是用来占位的，顶管阁有字条啊写名字甲日期，甚至为人行落雨，字条啊风压甲淡起，阁用塑胶袋啊将字条啊甲包起来。 是讲庙方无鼓励用椅啊来占位，所以会找时间将椅头啊甲纸箱啊清走。想袂到民众受出用锁头将椅头啊锁起来步数，互庙方是真无奈。我换所在啊，因为前面那边有在用，所以我伫我的那个指南宫的左方，哦，前面的左方呢，较早我们吃点酒的地方。庙方讲，提早排队唔那忝嘛影响秩序。 加上今年领钱买地点改到另外一边，所以请举椅头啊来扛的人喊刷走。上早开放排队的时间是31岁下晡，预计将有10万人来排队，所以强调唔免提早来排，钱宝一定趁有够举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